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詹贵民。这月初，中国建政70周年，北京甲香港是两种无共款的风景。香港人讲无国庆，只有国殇。果然，第一天，济示威者行就行头，警察开枪是无咧手软，甚至对着中学生近距离来开枪，引发着国际社会愤慨。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满30天的时间，迄当当时咧，汽车开过这天安门大镇压。济人失去性命。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嘛捌讲过，伊讲用枪指向家己少年的这个政权是无未来的。同时阵来看，香港这个政权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几啊代少年人，这个北京政府唔免讲啊，少年人这世人永远都袂信任香港政府。今日咱台湾新闻界国际新焦点，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关心香港议题。这部电咱邀请4位来宾做回来讨论哦。首先，咱邀请到铜锣湾册店头家林明基、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你好，各位台湾朋友好。第二位邀请到香港学生何永腾，永腾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咱的警察哦，赵明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咱邀请到淡江大学外交甲这个国际关系教授林玉如。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咱来看到这回啦，香港这个10月初的时阵，示威者行就行头，咱来看到这个枪开伫中学生的这个身躯顶，离心脏差3公分尔。这个事件，互国际社会拢真惊吓，讲是安怎这款的这个代志，会搁一届发生伫咧这个香港。这个香港反送中自6月到即阵已经4个月啊，现主是咱本早来讲10月初可能会清场会收煞，但是尾啊这收袂了，但是这回这个枪开落。可能后壁这示威者这个升级啦吼，尾啊这个活动啦吼，这个抗议的这个抗争的行动会愈来愈猖獗。首先，咱就要来邀请到咱的头家啦，林老板，我们想请教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他们使用这个枪支，在10月1号这一天开了6枪，其中1枪是对着这个中学生近距离的来开枪。当时候你也在这个事件之后，你在这个西门町举牌，你说杀1人。明天杀100人，有可能啊。然后现在我们从那个开机反对那个送中条例的时候，那个香港警察对香港的年轻人越来越暴力啊。刚开始是催泪弹，然后就装炸鸡蛋，然后现在变成是开真枪。然后明天怎么办？去那个炸弹。然后现在也看见我们年轻人没有退让啊。对吗？我们还是要反对啊。当时我看见那个情况真的很难过，很愤怒啊。但是没办法，我只可以跑出来举这个牌抗议，还是让更多人知道啊。比方，我也知道有一些台湾人不太关注，对吗？所以我就一个人跑出去。其实我也要叫其他朋友去的啦，他们可能有事吧。所以当天晚上是遇见一个学生。2个人举牌就是，所以当时台湾人有一些有关系吗？有一些有关系的，但是怎么说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消费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也见怪不怪。要让更多台湾人关注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等于是将来台湾会发生一些事情，我们香港也会跑出来为你们发声一样。是。所以这个林头家头先讲到啦，当初是伊这个加牌的时阵，其实嘛是有这个人啦吼，去头前做关心，但是这个台湾人可能爱搁较主动一个关心着这个咱讨论真久的这个反送中这个议题啦吼。咱继续来看讲，迄天下晡4点外这个时阵啊，这个荃湾这个所在，示威者和这个警方用实弹吼弹伊的这个造型砍遮啦吼，啊差3公分就着伊这个心脏这个部分。咱来看这个画面是有啊尔惊吓。
曾志健身份證 Y7819。頭地分攞佢一個逼頭。你唔好太咁毒啊！你個風度啊！这个調情这个傷者是中學这个5年啦，因吼做中午啦，等於咧是在咱高中2年这个學生啦吼，調情了後，警察竟然無要甲救，甚至哦，这个夜當半这个示威者去頭前的時陣，警察佫用骹甲踢走，啊，这个人就病落去。啊，看到这个学生啊倒伫遮，伊報着伊的名叫做曾志健，然後報着伊这个身份證这个號碼，但是咧，这个畫面真正讓人看了就痛心的。这个永彤，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愤怒？我想每一个香港人感受到非常的愤怒，很难过。前几天我们有在政大举行一个人链的行动，人链过我们有个协会，就大家都突然看到那个直播的画面，大家都抱起来哭，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的事情。还有一个同学说，里面中枪的是自己，可是我们的口号就是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要齐上齐落。当天大家的心情不但是激动，而其实也很多人想要马上冲回香港，就去帮助在香港的同伴。很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在台湾可以做到什么。我们在这边举行的声援行动，那天政大野火阵线的赵熙妍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个文，里面有一句很深刻：我们在这边流了多少眼泪，也不会帮助到那个子弹可以离开那个遗失的一分都不会。我们都很难过，没有想过香港会变成这样子。如果现在还是在这个国庆期间，他们已经在要学习香港了。那如果国庆过后，他们想要用新的政策，那香港是不是会马上变成新疆，会马上变成西藏，还是其实习中营已经建好，正在等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咧，永彤啦，头拄仔讲到，伫台湾，就算讲留过较侪这个目屎，其實嘛无法度主動这个槍支對这个學生啊開槍的这个所在啦吼，所以伊嘛是講到，雖然伫台灣有足侪这个學生啊，伫伫台灣的这个香港學生直接做成員，但是伊嘛是感覺真無奈。不過咱看到这个香港警察開槍这个時機，也是講伊这个用槍的这个門檻啊吼，是毋是傷過低？咱來看講咱所經歷的这个部分啦吼，警察通例第29章啦吼，咱看到伊講啥，伊用着武力甲这个用槍的这个使用这个條件吼。有3種情形啦，第一個就是講保護家己甲即個其他人哦，免受到即個性命即個威脅，也就是講身體遭受到即個嚴重的傷害時陣，也是講第二個部分咯，就是講有人拒絕互逮捕啦吼，並且咧即個警務人員有理由相信講都犯下即個嚴重的即個暴力嘅罪行，啊並第三個就是咱平息騷動甲暴亂吼，啊只有用着這個方式，才會當使用着即個槍啦吼，啊因定數的即個手冊啦吼，分6級。安怎講呢？分6級，第6級是新修訂。咱看到2019年9月30，等於是這個10月7日，中共建政70週年。有當咱頭拄嘛講到10月7日這天，可能是一個清場的這個關鍵。所以因佇遮修訂這個時間吼，是毋是？咱等下好好來討論這個。9月30這個修訂這個定數的這個手冊，就是用性的時間。就是講，我10月7日會當正當來使用這個槍支啊吼，所以咱看到這個第6站啦吼，這個上懸武力這個戰處，會當看到你若是有這個引致，也就是相當可能引致，就是有可能致使這個警察死亡的時陣，伊就會使對你開槍。所以咱就要繼續請教咱的左邊啦吼，這個時間表來看，2019年9月30，這個釋出也好，這個新修訂的定數10月7日，因真正。要學習香港啊嘛？其實吼，對香港的朋友我是算講較歹勢啦，因為其實伫迄個深水埗迄屆吼，警察對抗民槍的時候，我就寫一篇文章，我就講吼，香港吼真緊，後壁即個衝突內底吼，警方就會用槍。是安怎呢？因為當陣啊吼，我就講伫亞洲啦，吼，就算講咱即個東亞地區吼，警察伫處理即個示威即個遊行的行動的時陣吼。一般是無配槍的，是，吼，日本、韓國、台灣，吼，攏是無配槍，香港嘛無配槍，以前是無炸槍的，是今年的6月10號，
就是6月12号这个游行进程，因6月10号才宣布讲下摆这个游行的勤务内底因家己爱炸枪，以前是无炸枪，是，现在也炸枪。咱讲做，咱这个术语叫做预期武力啦。什么叫做预期武力？就是讲我要去做一个勤务进程，我会按算讲我会拄到什么款的武力，所以我有准备嘛。讲我若要去开单，我要去查户口，我就免炸枪嘛。啊，我若对这个群众运动的时阵，可能咱有这个肢体的冲突，咱会足近咱来接触，我嘛莫炸枪是安怎？因为枪的危险，有可能落去，有可能互人抢。啊，搁有咱伫接近的这个范围内底，我若一开枪，一定是死伤足严重的。所以像亚洲这个国家吼，咱处理这个群众运动的时阵是大家拢无炸枪的。吼，除非你是像美国，美国像伊的预期武力是大家人拢有枪，是，人民大家拢有枪，所以伊的武装是无共款的。但是你为6月10号开始，香港伊就改这个规矩，讲咱即马出去爱炸枪，伊就是按算有一天，伊是无讲是倒一天啦，但是伊就按算有一天讲我会用到枪，所以你看，伊愈来用枪的这个时机就愈来愈济，对空鸣枪从1次2次到一天开5、6次对空鸣枪都有，所以总有一天一枪，不管是调工的，还是无小心的，还是伤紧张，还是枪去互抢去，拢有可能，拢有可能。所以这是一开始我就伫按算，有这个可能。啊，你看即摆9月30号吼修订这个手册吼，伊个程序手册，其实你安怎修拢无要紧，伊安怎修吼，拢是这个文字典管的这个游戏呢，文字游戏。你若伫国际上，因为咱知影日语、英语、中文一定是每个语言有不同的语义、不同的翻译，但是原则一定是共款的。用枪的时机绝对是你的性命受到危害，还是另外一个人的性命受到危害，你才会使用。你不管翻成什么语言，用字可能不一样，标准是一定的。好，另外就是讲有这个重大嫌犯，你无法度制止他，还是讲你有重大暴力、暴乱的时阵，这国际的标准拢是共款，是写出来文字无共款。所以你就讲，伊这个用枪的这个时机，全世界标准拢是共款的。你用枪的时阵爱注意的代志嘛，全世界拢是共款。第一就是讲，你若有选择，你袂使用致命性武器。譬如讲，我即摆有一个棍有一支刀，有一支枪，我若会使，我绝对袂使用枪，就是一定要用前2项，伤害较少的嘛。第二就是我使用的时阵，我会甲你警告，不管我是用棍用刀、用枪，你一定拢要警告嘛。你再动，我就打你，或者是你再动，我就开枪。你要有警告。第三个就是安怎？你要用的时阵，袂使有致命部位，你袂使拍伊的心脏，袂使拍伊的头，因为咱用枪上主要的目的是啥？我毋是要甲你拍死，我是要限制你的行动。我要，互你这个行动要继续做，制止你的行为嘛。就一句西方的话讲，你若讲看到一个犯罪的人，你会想要甲杀死，你无愿意做警察，你可以做杀手，对不？所以你就是讲，你要制止这个人，你不需要让他致命。这3个原则，你不管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伊的翻译方法无共款，但是伊的原则一定是共款。另外就是事后的处理，你不管你是犯罪的人，还是一般的平民，你看到伊重伤倒伫涂骹，伊伫流血，就算讲是战争哦。如果是战争，敌人已经被你控制，或者已经成为你的战俘了，你还是有义务要救治他的伤患。莫讲这是家己的人民，莫讲伊是一个示威的人俩。所以你看这香港警察为头到尾，伊伫不管是用枪时机、注意事项，还是事后的援救处理内底，你拢会使看到讲，伊拢不符合这些我们所讲的常规。你不管伊文字安怎写啦，这标准该伊爱注意的代志，应该是拢共款的啦。是啦，咱继续来看讲香港警察开枪这个各界的这个回应到底是啥物？咱先来看讲郭文德郭市长是安怎讲哦？伊讲这个纷纷扰扰啦，难免啦吼，会擦枪走火是无意中的哦，所以感觉实在是真危险。所以这个擦枪走火，就是防击啊啦吼，就是讲咱的这个部分，都要好好来讨论。蔡英文总统是讲，执法人员用枪用枪已经过动啊，造成人民重伤这个情势哦。咱伊嘛是感觉到非常这个严重。韩国瑜是讲咧，反对暴力冲突甲暴力升级，认为着一个安定和谐的香港哦，稳定经济发展繁荣的香港，对香港人也好，对台湾人嘛好。咱看到朱立伦的这个部分，伊讲着啥？伊讲着一个重点，和真济这个有毛啦吼，来骂来这个面册来留言。伊讲香港的一个局势恶化较大啦吼，
是因为这个香港政府现行的这个体制之下，拢处处受到这个中央这个立场，无法度一心来以民众为念，所以这嘛是一国两制伫台湾无市场的这个所在。New York Times 讲啥？联合国基本规范，伊是讲执法官员面对着死亡也是重伤的这个急迫性的时阵，也是威胁的时阵，爱明确警告，才会当用着这个枪。开枪的这个香港警察，伊无事先来警告，就这个 trigger， 就甲这个开枪啊吼。向定是啥？香港警察回应示威者的方式，伫豆豆啊枪管啊，这嘛是会引发着香港人民之不满。咱看到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伊讲啥？香港警察使用这个枪支啦，是无符合比例原则，会加剧这个局势恶化。继续咱要来请教教授啊，咱看到先看 New York Times 甲这个外交大臣拉布伊所讲的，联合国嘛有规范，国际上有这个规范。啊，咱看到英国大臣伊嘛讲着无符合这个比例原则。就影片嘛看得真清楚啦，国际上安怎谴责？这个香港政府就是无要甲信道，北京政府嘛无要甲信道。是。我看这种无适当的开枪吼，而且是对迄个香港的政府，大家对伊印象愈来愈歹吼。咱会当看到国际社会会当讲无去接受这款的违反比例原则的这种的开枪，不管伊是用什么样的想法吼，咱会当看到就是讲。香港政府伊所关心的可能是较侪是中央政府、中国、北京政权的命令吼，而且对香港人民的居住权还是生命权、财产权的关注反而是很有限吼，所以在这款的原则之下，不只是对国际社会大家会当更加的警戒吼，对台湾的人民、台湾的社会吼，大家应该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吼，来看香港未来发展吼。咱所看吼，有一寡政治人物吼，睁眼说瞎话吼，什么叫做擦枪走火，而且警察伊咧使用枪支的原则吼，应该有真侪的训练吼，伊做警察的。career 生涯之中，也受到很多的训练，不可以随便开枪的。这个因为迄枪支是无带目睭的，所以讲咱会当为迄影片内面看到，并没有受到威胁。迄个警察，随时安尼开枪，会当讲是真无合理的行为，所以会当讲不管是国际社会、亚洲国家，甚至伫台湾读书的香港学生，大家拢感觉看袂落去，所以这个状况，我想应该是更多的指责他，更多的来把这样无合法、无适当的开枪的行为，会当讲公诸大众来指责他。是啦，虽然讲这个国际社会已经发出这个谴责啊，但是咱看到这个状况的确会真正直直来称冠啊。咱佫看到这回吼香港警察这开枪18岁这个中学生啦，枪支是正过这个气部者受伤真严重，但是事后警方讲啥？伊讲这是合情合理啦吼，敢讲是真正合情合理。但是咧，这个不满警方这个行为的学生，就甲民众去这个调查这个学生的学校外面来声援抗议。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这是穿大伫中学生的胸坎，对肺部甲心脏边仔烫过。头一摆真正枪支直接对着示威者，警务处长罗伟聪支持伊的部下来开枪，讲是合情合理。连过早起就在受伤学生所就读的河团窑纪念中学外口，大约有400多人集合，谴责这一枪根本就是合法谋杀。My whole body is shaking. I cannot imagine that the first bullet will shot on my school students. 警方所用嘅暴力並唔係合理合法同埋對等嘅。香港警方講，10月1號迄天總共掠到180人，喺各區射出6發真正槍支，包括伫荃灣開槍拍到中學生的一槍。這18歲中學生經過緊急手術了後脫離險境。22號聲援伊的抗議活動也在世界攏來舉行。Yesterday, the police shot live bullets, which could be very fatal. So today we are coming here together to voice our anger.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是在参加完国庆活动，伫北京公开来支持警方自卫开枪。有议员指出，办事处也伫同一天受到破坏，因为这是政治攻击，也烦恼在一个即要举行的区议會選舉會因此而受到影響。政府咧確實係有必要地去研究用呢個緊急嘅法律係去盡快止暴制亂。黑衣人戴住口罩隨街喺度行嚟行去，佢話我冇犯法啦，但係就會嚇到好多選民唔夠膽履行佢投票嘅義務。離西九龍裁判法院有大約300人集合，因為96個人被控參與暴動，法院來審理。即係參加929全球反極權遊行嘅人，年歲上歲只有14歲。而這擺中學生被槍擊事件，英國外交大臣在聲明中指出，使用真正槍支實在是反映過度，和情勢更加緊張。而後面是呼籲對話，避免事態升級，也有雙方克制，這是這陣影響前行唯一的道路。記者綜合報道。警方寫出這個致命這個一槍哦，這香港人佫一擺團結起來，對政府發出這個憤慨之聲啦。不過頂回咱咧訪問林大哥的時陣有講到，行上街頭，首先要保護到家己，因為保護到家己，你可能即馬現主是對抗着這個香港政府，可能無達成到效果。但是你若跳出來佇香港以外這個所在，可能你這個發聲才有可能。但是我們再請教林大哥，你上回有提到，就是說要跳出來香港。可能才是一個保護自己，先保護自己再說了。因為現在我們也知道啊，香港沒有槍沒有炮啊，也沒有軍隊，對嗎？如果他現在用這麼暴力的手段，那我們唯有先好好保護自己。離開這個地方，我們也可以做反抗啊。為什麼我不保護我自己？我們看見中國大陸很多的維權律師709的。通通都給他關起來，也不能發聲，也不能寫文章，可以做什麼呢？共產黨可以把你一生關到死掉，你沒辦法做事的。把這個情況，我們也知道，共產黨會對香港那個管控，越來越嚴的。如果從他的角度來看，他先要把香港搞定，把那個政權拿在手上，他有一個可能是先取消那個所謂的一國兩制，先把香港統一起來，然後到台灣這一塊，那個就危險。那問題我們現在可以做什麼？先保護我們自己嘛，離開這個地方，對方可以來台灣，我們可以跟台灣人一起反抗。這個是比較有利的，因為這個情況你不可能是很快就解決。還有我看香港是很暗淡啊，沒什麼前景。林大哥頭都有講到啦吼，這個香港的前景已經看無，所以要跳出來香港以外，甲這個台灣人可能有做一寡直接的，將連接起來，發出更較大這個聲音甲力量啦吼。繼續咱們請教楊彤啦吼，其實咱看到這個內底啦，警察伊是講是啥？伊講伊是警員啊，迄當時是受到電光火石的這個情形之下，才受到襲擊。他說：“這個當時警員是在電光石火火石之下受到襲擊啦，開槍是防止自己跟同袍受到生命的威脅。你這句話你聽得下去嗎？不可能聽得下去。電光石火之下，你可以做的決定也很多。你手上拿着就是有震爆武器，你有警棍，你在體型上、你在體力上各方面都給示威者有優勢。可是你選擇的是從你的腰間掏出的槍，打中示威者的心口，他就是對準心臟射下去，才差那麼3厘米，心臟也有8厘米。你像射下去就是希望這個示威者死掉，怎麼可能是電光石火之間？你裡面可以做的那麼多選擇，你就是選最暴力的一種方法，然後還是中國還說這是合法合理的做法，這也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接受。你掏出了槍，你就是要負上你的責任。你在任何一個狀況之下，你其實法律它最重要的地方是最後可以到達依法達義。可是他們現在不單只沒有依法，只是把他們的行為變成說
就是标准，他们就变成了法律的本身。那香港人的言论自由，香港人的人身安全自由到底要去哪里？香港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对不对？好，咱可以继续来请教左边啦吼，咱讲到头拄仔这个国家这个回应内底，咱看到这个郭文迪讲这是无意中啦吼，无意中真正会使安尼做解说嘛？其实这是意料中的无意中啦，就是咱拄仔讲的，其实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有一天咱就是开枪，迄是唔知影时间是倒一个时间尔。其实咱看这个吼，这个少年的去用着枪这件代志吼，咱拢无去看讲一讲另外一件代志。你香港有一个所在叫做龙翔街，迄天嘛开一枪，是，但是迄枪大家无伫看，是安怎？迄枪是一个警察吼，徛伫一个盾牌过来警察边啊，对30外公尺外的群众开一枪。迄枪无拍着人，无着伤，但是伊的性命敢有受到威胁。30公尺，30公尺无哦。伊是讲迄边有人摕汽油弹啊，但是我嘛捌人弹过汽油弹，过来变啊。有人即种的所在搞弹汽油弹，我的反应是啥？我是闪啦，我毋是提枪甲弹。吼，所以你就会知讲，香港的警察即摆有一个情况，就是第一就是讲，伊即摆执法无标准。你看，有的人伫边啊骂警察，讲啊你有良心无？吼，3、4个警察甲拖喺边啊甲拍。啊，有的人吼，徛伫路边两个情侣。安尼行过，啊，甲因看尔，啊，就甲两个甲抓起来。是。所以第一就是讲，伊的执法已经无标准。第二就是伊的情绪已经失控啊。是。你看警察吼，之前有一个伫记者头前比中指的有无？迄个是高级警司呢，脖头摇发个，上面有一颗梅花的呢。迄只高级高知识分子，个高阶警官，伊就已经情绪失控，对记者就比中指。啊，咱看迄落昨暗，伫警署内底吼，迄甜心警署啦，窗仔门外口。迄个警察咯，对下骹的这个民众行过的人，都甲骂香港人的那个 DLLM 这个脏话啦，就底下甲骂，咱是行过尔。伊迄警察局的窗仔门拍开，大家警察内底咧骂三字经，这表示啥？已经无受到控制。所以这两个监控之下，伊一定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代志，所以伊毋是擦枪走火。咱讲即摆香港的这个示威者，已经无伫惊催泪弹了嘛，橡胶子弹我嘛无伫惊嘛。啊，你用警棍甲我讲甲像迄天个太子车站内底讲甲安尼，我嘛继续上街头，所以表示讲，你警察的这个武力用到尾啊，就是用枪尔。啊，你这示威者一开始嘛是啊，我讲我游行，你无爱甲我插，我甲路封起来，你无爱甲我插，我弹粪扫，你嘛无爱甲我插，尾啊我就创啥？我就弹石头嘛，弹汽油弹，啊你嘛无甲我插，啊甲尾啊，上尾结果就是安怎？就是其中一方。会去抬对方，啊，无就是甲对方拍甲足严重安尼，啊，今仔日这就是这个情况。是，所以咱看到就是安尼小连刷，你若无甲我信到，我就是继续。有一个通解决的人，伊刚走去北京去啉红酒去啊。是10月初的吼，这个飞行器去北京参加国庆啊。所以咱咧讲香港人迄天是咧讲，我无国庆，我是国殇，真正迄天真正是国殇。咱来看啦吼，各界这个回应内底，头拄仔咱讲。这个擦枪走火，柯文哲伊讲擦枪走火是尾啊引发着真侪人的这个抗议，尤其是这个王志峰嘛讲，叫这个柯文哲郭市长，你都要道歉。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怎么看反送中现在对年轻人开枪，是不是已经走到那个不可收拾的局面？第一点哦，当然以医生的立场，然后第一个是问说，哎，那个被打到有那个学生被打，所以我们要先应该关心那个学生哦，那开那一枪到底。哇，这个老实讲，以我们干过外伤的哦，不小心打到大血管或心脏，当场就毙命了。这个我讲这一下去，所以说为什么这种香港是台湾的邻居，又是亚洲金融中心，你知道吗？所以其实香港的重大变动啊，都影响到台湾。一个学生被警察开枪，这听起来就很耸动，你知道吗？但我们还是关心那个学生的健康安危的哈。我还好，听说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这样的哦，这种纷扰一下去，难免擦枪走火，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危险。你想想看，如果昨天那个学生被打死，哇，这个今天一定是世界头条。然后，所以有时候哦，这个北京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啊，还是要面对问题啊。我一再呼吁的哦，年轻人会不满会上街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有愤恨嘛。据我所知的，香港的高房租、高房价，这已经变阶级剥削了，就是那个没有房子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香港要想说，哎呦，台湾的高房租、高房价要小心。所以绝对不要相信说200万的人民，一个700万的地区有200万人会一条法律条上街头，不可能的。
一定是有一个潜在的愤恨不平所以还是我觉得北京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还是要面对事实，这民怨到底是什么要去真诚的面对问题去解决不要老是就说这是 CIA 这是台独，这是港独合作，不然你有办法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去纽约搞200万人的游行，都不可能嘛。所以郭市长哦，伊头拄则讲这个无意中这个擦枪走火啦吼嘛，引发着这个侪讨论头拄啊，咱听到伊这个规个这个访问这个内容内底有伊讲到为什么这回这个反送中会不也升级啦，还是讲香港的高房价、高租金啦，这个部分真正甲反送中真密切结合吗？其实房价这个问题并不是反送中的主要原因，它当然是令到年轻人不满。可是柯文哲他自己说是医生的话，下医医人，上医医国，他没有看得到香港整个地方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法治，我们所有的自由都已经被这个港共政府剥削的快要一点都不剩。我们上街头会被警察威胁，然后我们可能没有选举权。我们选出来的议员会被 DQ， 我们可能年轻人想要上楼也没有办法。我们想要学习没有这个中共渗入的教育制度，可能就要去到外国。那当然，每一个香港人都会觉得不满。那怎么会只是这个房租的问题呢？然后你现在还说到这种纷扰持续下去，难免擦枪走火。我不管你那支枪是不是指前几天港警的那一支，只是当暴力发生的时候，你没有第一时间出来谴责暴力，也没有说这个问题到底是非黑白站在谁的那一边，而只是说这是整体状况的问题。其实我很怀疑他对于这个时政评断的能力。其实这个郭市长对着香港议题啦，伊过去咱侪讲伊有实践的这个部分啦，这个外界的讨论嘛是安尼。但是咱今日看到这个拿赢这个朱立伦，伊是安怎讲？咱头拄嘛讲到，伊讲现主席一国两制，伫台湾无市场，因为这个看香港局势就知影，恶化较大啦吼。因为这个香港这个政府现行的这个体下，处处都受着这个中央。咱继续先来请教教授啦吼。朱立伦伊今仔日伫这个面册发这篇文章，和这个五毛党攻击再攻击，直直攻击啦。但是伊讲到是事实吧？你安怎看咧？我看伊的讲法吼比较 to the point，因为伊个人有真侪行政的经验所以伊嘛是我看是蓝营内面较对香港的政策有较大的了解的一个真好的一个过去的行政首长啦而且伊伫过去嘛相当的重视迄香港的民主人权甲法治的观念所以朱前市长伊即马讲法会当讲伊了解讲一国两制是中国大陆中央政府一直咧做的即马看香港的经济一直往下然后机场的那个使得金融中心褪色这种情况之下朱立伦讲这种话，但是中国大陆也不会听，中国大陆可能希望把香港的经济往下陷以后一国一制那么采取一国一制也会让台湾的民众感到害怕。那么中国大陆这种威权体制，而且是以上对下，中央对地方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很难改变的。是啊，中国这个威权啊，政府真歹改变。是威权的政权，而且伊敢若想咧，伊的政权安怎会敢继续延续落去呢？根本无去考虑香港人民的财产、甲性命、甲法治、甲人权、甲民主。真正拢甲这等戏杀起来。咱继续来讲吼，因为这回咱看到这场开落了后，侪人都咧讨论嘛。香港嘛有人开记者会讲，这就是准六四啦吼。因为过去这个汽车开入去这个天安门，迄个画面是一个印象真深啦。这回这场开落去，这个画面你不管是你是伫网络顶看，还是媒体顶看到，这幕真正是使人惊吓。所以咱来看讲这个回比较。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甲这个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行到遮，有啥物这个时间上，还有这个会当来做参照。咱看到这个1989年甲当4月15号，甲6月4号，
今年多是这个30档啦。迄当阵呢，是因为这个总书记哦胡耀邦过身，学生自发性的来甲伊悼念，后来咧进一步诉求是政治的这个改革啦，要求中国这个民主化。同款，咱嘛是看到这回是反送中，本早要送啥？要甲这个逃犯条例吼，要甲引渡到这个中国去，要甲希望这个这个条例会当来撤销，但是坐届去运动了后，林郑月娥甲这个顶个月才有这个回应。虽然撤回啊，但是也未经过这个立法会等等的这个后续的这个讨论。但是因要实现的是什么？就是爱上真的这个上普选。咱来看到这个天安门运动，迄当阵的结果是什么？清场啦吼，屠杀超过1万人来死亡。迄当阵的这个温和派东京学生的这个赵紫阳总书记，搁互落台嘛互软禁起来。该由这个江泽民来接班。咱看到这个外界安怎评论这个6·4天安门这个事件啦吼。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头拄嘛讲到，伊讲用枪指向家己少年这政权是无未来的。同款咱嘛看，这回香港政府是用枪对香港警察用枪对着这个中学生18岁中学生来开枪，等于就讲同款是这个准律师啊吼。咱继续来请教荣基大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天安门是这个战车直接碾压这个抗争的这个人民。那相同的，这一次香港警察用这个枪打下去，这一枪后续可能有的效应会不会像天安门这么高？一辈子一世代的人都永远记住。很有可能了，因为你比方我们现在比较那个89跟那个送中条例，它有一个共通的地方。89年的时候刚开始是打倒那个关岛。对吗？还有不要高官的贪污，后来就提出一个政治的改革，等于是一个民主的诉求。你发现香港也是一样，我们要求那个选票啊，有人一票的选举，其实这个也是等于是一个民主的诉求。是。然后我们看天安门的时候，就是以暴力的收场，对吗？出坦克车、开枪，杀死了2万多个北京的人，好。那现在香港开始就是往以前的历史去走，所以看起来是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天安门一样。是最后结果真正有可能亲像这个历史天安门啦，一世代一世代这个少年人真正对着香港政府、北京政府真正是不是无信任尔，是真正是万分哈。你们现在年轻人看到这个18岁的这个年轻人是被开枪的，而且很多上街头的，这可能比18岁还小，甚至有12岁。上次这个新闻报道也有出现是被捕的，所以香港这个世代从小的到这个中间世代，可能到老的这一代，都是讨厌这个。但是这整个世代来看，长久来看，这个香港政府可能不止不信任了，是整个也是。没有他的作为了以后，我们不可能再跟现在的香港政府合作。就说真的，连缴税也很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缴。我看过最前线的小朋友，他就是可能就高度就刚好到我胸口这样子，11、12岁，然后他的腿给我的手臂还要细，就走上了前线。然后那时候看直播，就很多人叫他，你可不可以退后，可不可以到后面一点？我们不想你被子弹打伤。可是他说很坚持要站在最前线的地方。就当整个世代都已经是决心要付上那么大的觉悟，与大家都要走上来去反抗你这个政府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可能再管得到香港人。当然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派了很多的新移民到香港，每天150个。持续了22年，已经快要有200-300万的中国移民到了香港。当然，如果能同化他们是最好。可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我们再不做出根本上的改变，这群香港人新的香港人，可能就是将来香港人的定义。搞不好香港的这个文化、这个世代就会消失。所以这个英统头拄也是讲到了哈，较早在中国22档来哦，一天上这150个新移民来到香港人，有这个新的这个香港人，中国新移民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要啥？本地这个可能是一种这个政治的这个操作的模式。
豆潜移默化影响着这个香港人，影响着这个恁的文化，所以整个可以世代来看，22年来这个香港的这个整个局势啦，或者是文化已经在做转变了，对不对？对，就像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11、12岁以下的，有一部分都已经是开始在看抖音啊，看或者是用微博这些中国的软体。可是我们这群比较就是土生土长的，其实就天生就会对这些中国来的文化会有一种抗拒。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么片面浅薄的娱乐，也不可能接受就是经过共产党去做言论审查之后得出来的畸形产物。可是如果真的有一群接受了这样文化成长的世代在香港出现，那可能真的在20、30年之后，共产党可以顺利的管到香港。可是那时候的香港已经没有香港人了。是，所以迄当阵的香港可能真正无香港人啦，咱个请教左边啦吼。咱头佬来讨论就是讲，这回真正是准64的这个翻版嘛。因为吼，拄啊像歌市长吼，伊就是对香港的这个认识吼较无够啦。咱知影这个反送中条例一开始吼，唔是啥物少年人，一开始上主要其实是律师、议员。搁一寡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其实你这个修这个条例吼，一般的民众讲实在啦，唔是大家人拢知影这法律是啥物物件，吼，所以一开始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发起的，啊，尾啊再愈来愈侪人，愈来愈侪人，吼，所以其实伊唔是讲，虽然讲高房价、高房租这是绝对是一个问题，但是伊唔是引发这届这个运动的上主要一个题目伫内底，所以你看因这个5大诉求吼。其实香港政府是足简单就通甲解决的，像咱足简单。第一，伊这个条例，伊尾仔嘛讲卖收嘛，虽然讲还未确定，但是表示讲无爱收这个条例，绝对是足简单的，有可能的。第二，调查委员会，伊即马就是讲我不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我一定要有这个警监会去做。但是其实你若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你内底的人选，其实你嘛是通啊小可控制。你讲要完全讲完全民间。嘛无可能，啊！你嘛是小可通控制，其实成立，这对因来讲，唔是啥物困难的代志。第三就是讲，你撤销暴动电信，其实呢，这暴动电信讲的是6月12号迄天，啊，其实这嘛无啥，因为伊这是一个特首的宣誓尔嘛，伊讲出来讲这是一个暴动行为，其实你就讲我收回这句话，就是足简单的，这一个宣誓性的物件尔。啊，过来就撤销控罪，撤销控罪你安怎？你袂使讲台人放火嘛会使，这绝对袂使。但是你对一寡财产的这个破坏，比如讲我甲这什么机器拍坏去，还是讲我弹石头这玻璃破去，都还是讲你这警方有拄啊咱讲的这么失控行为，有啥物比中指、辱骂，还是使用过分武力的，无要紧，你就拢调查清楚之后，你这个罪行哦，伫某一个程度以下的，你就拢甲特赦嘛，哦，还是大赦嘛是会使。但是你针对这像警察拍死人的，还是示威者有人去杀人、去放火、去抢劫的，这你嘛是共款爱办。足简单的，其实这是外国嘛有安尼例啦，就是我多少罪行以下的罪，我就通通我就不计较，而且是双方都不计较，我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最后一个双普选，双普选其实嘛是足简单的，安怎？基本法内底本来就是讲伊要落实双普选，但是伊无时间表，伊无时间表，所以基本上你若做出一个承诺，讲好，咱就来推动双普选，推动双普选，但是我嘛无一个期限嘛，你会使慢慢来做。所以讲你伫表面上还是实际上加减啦，加减你拢有通推动这个物件，你绝对毋是讲它是铁板一块拢无法度叮当。其实香港政府是绝对有能力，伫差不多7月底8月初就这件代志应该解决，应该收煞。所以伊即马就是讲，我就是放互恁烂，就像我顶下讲的，无可能通挡偌久。100天我都挡无，啊150天咧，还是200天，我看恁遮戴猪嘴的人可以戴多久？你会使冻1年、冻2年嘛？其实伊即马就是这个心态，但是你这个心态就是拄我讲的嘛。警方伊的武力愈来愈悬，啊，你这示威者的武力嘛愈来愈悬，你总有一天就是两边火车对撞嘛。这是咱讲的恐惧游戏嘛，两代车弄落，就是香港未来有可能的这个走向。是啦，咱来看这回这个示威甲打啦吼，从6月到即阵已经4个月啊。咱头拄有收到这个上新的这个部分，就是讲香港01这个报道啦吼，因这个禁止法内底阿拜因要禁止蒙面，禁止蒙面哈，禁止蒙面了哈，在示威上街头禁止蒙面，可能是要修一个新的法，然后禁止蒙面，这对你们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们先请教永彤，然后等一下会来请教这个荣基大哥。
几年前香港本土派的一个立法会候选人梁天琦曾经讲过，乌克兰当时也是想要推动蒙面法，乌克兰最后他们衍生了一场革命。如果政府你们想要做的话，那就去做吧。我相信，如果你要把这个状况推到那么极致，香港人他们有办法推动一场革命。所谓的现在5大诉求，现在5大诉求其实不只是诉求，它是目标。如果说撤回逃犯条例不成功，那我们可以就直接挡立法会的开会，不让他们通过。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要求释放所有意识，我们就有可能会发生巴士底监狱一样的事情，就自己去救。如果没有办法实行双普选，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政权，然后这个政权会有双普选。那是讲这个诉求无达成啦吼，这香港人士啦，因嘛已经有这个想法，就是讲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真正会造成一个革命啦吼，咱继续要请教咱的这个荣基大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紧急法禁止蒙面，刚才永彤也提到了，如果说政府你一定要修这个法的话，真的这个革命是会产生的。理想是理想啦，问题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很现实的问题。警察是可以开枪啊，他可以动用一些武力把这个年轻人伤害打死。对吗？我们也估计会将来一定是会有很多年轻人死掉，因为开枪的这个很幸运啊，那个还没有死掉。然后其实我非常担心的，现在那个矛盾一直往上，所以如果是从一个现实的情况来考量的话，我还是以为是。那个蒙面法可以按他的意思来推行，可以，我认为是他们可以做。问题是我们香港人一定也会反抗，这个毕竟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年轻人先要好好保护你自己，因为我们要跟他对抗的话，不是1天、2年、3年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先把自己保护好，然后我们将来怎么在一起去对抗它呢？这个比较现实的一个看法。是，所以这个荣基大哥伊是讲到，这个政府若是要推出这个蒙面法啦吼，其实政府会使做，但是一定的，这个示威者可能嘛是个欠关因的这个完全的这个诉求，咱搁继续请教左边啦。这个蒙面法若真正通过，有啥物情形呢？其实蒙面法你若通过吼，有2种情形啦。第一就是讲吼，香港人真正讲啊，我的这个民众吼，警察看到，可能会来甲我抓，吼，所以我就唔敢上街头，吼，唔敢徛喺上头前。第二个就是讲，我即马反正我就唔惊你啊，我就硬要戴面具，还是互你甲我面具抢落来嘛，无要紧，反正我就是硬要去你。但是你若伫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是赤裸裸的把每个人都直接在什么电视机前面什么，通通。直接我跟你讲，咱定定你看这个示威者叫警察抓的时阵，伊是蒙面的，戴这个防毒面具。其实咱的同情心吼，佫无遐悬。你若看到家己熟悉的人、家己的同胞、家己的朋友，无戴这个主角、无这个面具、无这个口罩的时阵，伊伫遐哀嚎、伫哭、伫流血。我跟你讲，迄个震撼力其实无一定比你有戴面具来得好。你到时阵可能会激起更多香港人或者是其他人的愤怒。这是其中一个有可能的代志啦。拄啊，另外就是讲这个囡仔讲差3公分，伊性命有留着，安尼有运气足好，其实嘛无运气足好，因为其实伊迄个左轮手枪伊入去身体内底伊对脏器的破坏力足大的。伊即摆左肺应该是完蛋，下摆敢若剩一个肺呢。所以伊这世人敢若剩一个肺，另外伊这个伤痕逐工拢会疼，就算讲你命救转来你活偌久，你这伤就疼偌久。所以其实这穿的伤害是足大，甲你一般摕一支刀啊，甲你划一个，这绝对是无共款的。所以虽然是救活，但是后壁伊的人生是足痛苦的。所以其实开枪这件代志，不管你是啥物原因啊，你一定要足慎重的，绝对袂使凊彩抓一支枪对着别人。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做警察的人拢应该有的认识才对啦。是。所以咱继续来看，头拄仔咱左边嘛有讲到啦，用枪的这个时机也好，
本早就是要限制你的行动尔，哪会甲弹你这个心脏才来去？所以咱过来看讲吼，真侪人看到这幕了后，也是讲头拄咱讲的这个禁止法、禁止蒙面，可能蒙面法顶的这个活动，可能这个升级啦吼，活动的这个部分会愈来愈提悬。咱来看讲，自10月开始哦，各有偌济活动，咱来看，咱做伙看一下吼。10月初2这个荃湾这个部分已经来结束啊，10月初4咧，还有这个18区的这个商场哦。家己做伙来唱啦吼，啊，这个10月初5嘛，国际人道救援香港人这个 SOS 集会，向国际这个要求着这个人道救援这个部分。咱来看到10月初6是追究这个警察暴力啦，守护记者，因为咱知影嘛有一个新闻记者外国这个做采访的时阵，目睭嘛是互警察的这个枪支大甲倒蕊青霉。咱来看到10月初7的时阵，中央这天哦要来反送中来制着这议事啦吼，伫咧太子站有一个追思会。10月初9咧有梁天琦的这个上诉日，10月初10咧有青天白日满地红遍湘江哦，这是因为这个吊警令，头拄咱嘛有讲到，要做者这个老兵啦，所以因为有做这这个活动。10月12咧，咱有11.2这个部分吼，这个人海.2啦吼，啊10月13号有 Thank You World 这个求救这个集会。10月14是受到这个医护人员这个感召，咱嘛做一届这个集会。10月16是一个关键啊，就是讲立法会复会，啊，迄天真正这个反送中这个条例是毋是会当撤回嘛，是一个关键的这个部分。10月20有这个沙田区这个内人这个人连这个活动。10月21的这个元朗这个空袭哦，3个月前做元朗大家也有印象啦，就是讲这个白衫人拍这个。白衫人共拍这个部分啦吼，啊10月26对抗白色恐怖，反这个共产集权的这个集会。10月31，卖忘记你这个8月31这个空袭啦吼，反映真相。所以10月规个10月吼，也有真济这个升级行动的庆典啦。咱继续来讨论，就是讲请教教授，这个香港人已经无信任这个香港政府啊，遮济活动要继续落去，可能。香港警察因的这个执法啦吼，真正因头拄仔嘛讲乱了套，失了序，所以因要安怎买啊？真正收煞是真歹收煞。无毋对吼，我看香港的社会，尤其香港的少年人吼，因会当直接诉诸国际因素，国际社会，吼，大家来关心来看香港未来前途。拄啊，他主持人讲的吼，1989年的6·4天安门是学生的运动，啊，即马今年吼，不管是律师还是议员，先自发性的，所以这拢是足自发的、主动自发的这个作为吼，所以会当讲吼，过去中国想讲会当暗卡、会当封锁，即马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香港家己内部吼，家己会当。自发性诉诸国际社会的诉求，吼，那这个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合法的一个现象。啊，咱买当讲吼，迄个中国政府30年来无变，吼，虽然在经济上会当讲世界第2个大国，啊，毋过在政治上更加的威权的主义，吼，所以咱会当看到，香港的未来，大家是足关心。国际社会毋是干那台湾尔，吼，拄仔咧讲的。法国还是讲意大利，还是讲西方社会，吼，大家拢为所有的焦点 focus 伫 Hong Kong future，吼，所以讲咱看1997年吼 ，Hong Kong back to China，香港人得到是啥物？吼，香港人过去会当自由，而且伫迄个英国的治理之下，还是有自己的有限度的民主，吼，还可以比较好的选举，即摆逐项拢无。所以香港人真失望、绝望。那么这种效果对中国的未来是真歹、真歹。所以咱会当看到这回啦，香港自6月到打10月也未解决啦吼，也未解脱。所以这个反送中会继续来进行啊，这个运动继续来进行。所以咱台湾、香港嘛继续来斗相天，今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感谢。好，来。城市这土地目屎流，奈何南京人拢庇护？城门也起头，咧北社山头望自由。
事做拖行老爸走，怎样为信念拢无退后？山盟花地老，前进社路险头，守民主，更照香港。第七心对路绝无暗暝，望不着也团来扫，角声为自由，工作来出声，全力来打拼，勇气智慧永远无散。